本来是打算录制一些圈圈脸大河的实战，但是体验了几次之后，感觉这个忍者太难用了。就算是碰到一些有抓取技能的忍者，你的金刚体不会吃满伤害，但移动速度太慢，对面就可以绕着你走，只能是留个2技能长按，有周围的攻击效果会好一些。所以圈圈脸大河这个表现可能连一个娱乐忍者都算不上。体验几次之后就想赶紧换下来了，可能也就碰到对面有圈圈脸大河，看谁技能点得快，暴击多一些，胜率也就偏高一些。我不打了，我走了哈。